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劝人做好代，较赢食早知”。这个意思是想要积功德，爱有行动。因为食早知只是个人的修行，劝人做好代，这是好善念扩大，功德胜过食早知。婚姻道就画家用9个月时间画出72盏地角的景象，字样鼎啊、挂喙子等等，拢有画出来，号称讲是全世界上长的钢笔画，画出人类因为贪念罪恶落地角受到处罚的过程，用来考训世间人爱加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。也毋过嘛，唔通像这信众安尼，为了放生做功德，听法师的话，买1400公斤的鲫仔鱼去专门水库要放生，保育团体先动嘛无效，硬要倒入水库，结果这个鲫仔鱼因为无法度适应，拢病毒死规大片，这毋知是放生还是杀生。今日这个俗语是劝人做好代，较赢食早知。